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今日再去要继续来共读提摩太的后书要对第一章后半段，咱大心要来请顺进长老来带咱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体，向阮世间人来彰显家己。感谢你成做阮的大牧者，感谢你借着教会历代的圣徒，将真理甲生命来启示阮。现在阮要通过保罗的书信，互阮搁一遍通来学习，乌尼说服一个人的生命所展现对保罗的关心，也就是表明道成肉体的福音，就是实践上帝话语的生命，互阮知影道理，也会通行出道理，会通活出有信仰的生命，伫生活中通来实践耶稣基督的听，帮助阮活靠圣神得到能力，互阮重新出发立志，军队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诚做彼此互相关怀的迦南教会，落实的关心来实践信仰，互阮人人拢会通活出你听的款式，互人来得到极大的鼓励。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阿门。好，多谢煞者要来读今日的经节是互提摩太的批后书第一章对15节到18节，要来请人即马伫日本的即个明哲长老带咱来读。大家平安。平安。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15节，你知伫亚细亚的人拢背叛我，其中有腓吉罗、甲黑摩基尼。原主怜悯乌尼西弗一家的人，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效。等到到罗马的时，拍拼找我找到着。原主互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伊伫以弗所遐尼高服侍我，你真清楚。以上。好，感谢。咱昨有对提摩太后书开始来看到，保罗伊到服侍的尾期，是因为即个罗马皇帝，伊真侪遮个互人无法度明白的作为，特别是伫主后64年即个火烧罗马城，互基督徒被冠上了罪名，所以遮个歹代志拢是基督徒放回来做。迄当时就传讲。尼禄皇帝，伊讲基督徒拢咧讲世界末日有即个大火来毁灭即个世界，所以伊就讲，所以基督徒呢，就是为着要互即个圣经的话变做真的，所以是基督徒来放火来烧掉即个罗马。其实是即个尼禄皇帝呢，这是历史的记载，讲尼禄皇帝伊就是嫌讲家己的王宫无够水也是。伊的即个算讲伊的阿舅所住的所在伊无意来所以伊就是要来这应该叫故宫所以伊就是挑过伊甲伊烧掉，然后嫁祸互基督徒所以伊个引起仇恨讲恁看基督徒做安尼，恁敢无万恨因吗？所以基督徒就大遭迫害所以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一寡的图像即个图嘛，是伫话，迄当时尼禄将掠着基督徒，拢当做火把，甲因放伫即个，有看到遮一支条顶，然后就叫人对下骹放火来烧就看安尼活活的被烧死，来泄恨，来泄愤，当做讲，遮就是纵火罗马城的遮个人尼禄皇帝伫地咧，伊就坐咧悬悬的所在，就只好来看。所以看到基督徒遮痛苦的时阵，伊颠倒愈欢喜所以
最后咱嘛有看到伊就尾啊，这个烧掉以后，伊才当改建伊的这个罗马皇宫，还有这个旋转的天花板，还有休香水，还有撒花瓣，等等遮的，所以实在是人神，互咱听到实在是人神共愤。即摆咱若去看迄个罗马，看到这个罗马古城。会当看到这是罗马真老的所在，特别古城是伫即个台伯河边仔的所在。另外会当看到真侪遮的古迹，遮的古迹咧，会当看到中间有一个是马梅定监狱啦。即个马梅定监狱是当互咱看的即个相片，就是关过彼得、关过保罗的即个监狱。咱是用即个模型来看，即个监狱就是伫即个广场的罗马的广场，竞技场的这个西北边的所在所以大概是伫这个所在，这就是竞技场，这个因的这个上好认，然后这个监狱大概就是这所在，这是古罗马，所以古早时的罗马遮尔啊宽，这厝遮济所以今日这个圣经在互咱知影讲，保罗去人掠到罗马遮，然后呢。接近伫即个罗马的世界中心，这个罗马帝国的中心，伊关是伫一个地牢内底，但是要找伊原来是真歹找这是看到这个相片，会当知影讲，监狱伫啥物所在？监狱伫即个后壁即个所在，这是看到即摆罗马的这古迹到处都是古迹，但是你会看到悬架这有深的有浅的。愈悬的就是愈不要起的，愈深的愈下开就是愈往遮挖出来，这个考古或是挖掘出来的，这个遗迹所以即马罗马因嘛拢真细腻，甲土耳其共款，拢袂当凊彩挖因若凊彩挖落去拢去当着遮下开的古迹。这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知影看到这是街道下开其实佫真深，凡水佫挖落去，下面还会有其他的古迹出土。这是罗马的古的凯旋门，这个凯旋门是伫主后200年、230年才起起来，所以拢是伫耶稣的时代、保罗时代以后才有这个古迹的，所以经过将近1700几年，这个凯旋门嘛已经看起来变古老，所以咱看的这个教堂马梅尔定教堂呢，这个看起来新鲜的，因为伊是较尾才起的。顶悬是一个大教堂，下底是一个小教堂。搁较下底呢，看到是上层的地牢分做两层，还有下层的地牢，看起来好像下层还不止一层，刚刚搁较位，搁较深的看起来的样子。这个大教堂呢，伫遮就有写马梅尔定，这是一个监狱，关过圣使徒apostle， 彼得。Paulo 就是关过彼得甲保罗所以这是这个教堂的门口所写的这个拉丁文但是真侪这个旅行团观光客都甲介绍，这是彼得关过彼得，无看到后壁佫有关过保罗，所以这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监狱这个入口呢，不是对往顶悬的教堂，那是教堂，对下底去。所以伫边有一个侧门来楼梯，然后进入这个小门入去。进去小门之后，这个门是尾仔后壁才有开，会经过上层地牢，再到下层地牢。所以这个上面的大教堂呢，是宗教改革以后才有的这个教堂，但是这应该嘛是天主教的教堂，去这种型的，就它宗教改革式的教堂，无共款。顶头看到这个圣母玛利亚伫遮。所以应该拢是天主教会的教堂。下底这个小教堂呢，较细，这应该是较早起的。尾仔伫这个小教堂顶悬佫甲塔起哩大教堂。上层地牢的第3言是伫主前第7世纪伫先知以赛亚迄个时期，也是米迦迄个时期，就已经有这个罗马的监狱的地牢。表示讲，罗马遐足早的迄阵其实罗马帝国嘛还未出现，迄阵是连巴比伦帝国嘛拢还未起来，但是呢，就已经伫罗马遮就已经有做遮大的一个监狱伫遮，
啊，下层地牢呢，就是用来拘留等候处决这些要犯哦。所以咱看到架构做一个祭坛，刚刚是一个礼拜等哦，上下层都有。啊，这个放大来看，这个祭坛呢，就是下层地牢来到上下底，这是唯一的出入口。所以叫关伫这个所在囚犯呢，不是该等落来，等伫遮好像倒垃圾一样，然后伊就关伫这个所在。啊，只有一个信段是每啊遮人伫遮来纪念，啊，可能是彼得还是保罗捌伫遮来观过。特别这个祭坛顶头有一个圣坛，这个圣坛有一个十字架是倒过来的，就咧纪念彼得关伫遮的时阵，啊，伊要求伊不配甲耶稣钉十字架，他要求要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但是这个倒钉十字架不是把十字架颠倒过来，是彼得头下脚上啊，人倒头在安尼钉伫十字架顶悬，边仔才有一个石条，这个石柱是迄时用来固定这囚犯啊，甲伊绑的这个锁链，绑伫遮歹互伊走出去。下底有一个井，这个井呢可能就是互伊要用的水，还是伊的大小便。唔知影安怎样，是踮伫即个所在，这地板拢是尾仔才用的，但是咱昨看到的就是拢遮个清掉啊，所以保持它的原状哦，将遮个拢拆掉以后，还原起初的样貌，是一个关起来黑暗、搁湿、搁臭、搁垃圾的所在。本来即个地牢是无空的，即马去，看到有做就路，即个楼梯，互咱会当行落去下底参观。也是这个一个顶悬，这个用铁挂扛开，就是囚犯的对这个顶悬，甲伊担落去，关伫这个下底。但是这个后来加上去的盖子哦，所以保罗伫这个时阵，伫这个所在写这个批信，实在是咱去想象他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的辛苦，是一个非常无容易的所在。咱看到提摩太的后书，保罗写批互提摩太，一开始就讲爱将上帝互伊的文书亲像火搁点倒起来，这是一个信心的传承，毋是惊吓的心，是刚强忍耐、甲保谨守的心哦。嘛爱为着福音来做见证，为着福音当受苦难。爱亲信天上帝，也亲信上帝保全咱，甲咱交托伊的，伊拢会甲咱保守。直到迄日就是耶稣来迄日。第三就是爱靠信心来守条迄个道理，包括上帝话爱守正，然后上帝互咱的道理嘛爱守条，嘛爱来保守家己的心，甲即个美好的信息啊。爱将迄个信心交托互咱的信息，迄个道理福音爱传出去。所以咱个根据，因为上帝互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灵，是溃纳忍耐甲自制的心灵哦。咱头前这四段就是保罗写批的起头，但是咱看到包括我保罗、你、提摩太、咱，就是咱所有的信徒，所有为主拍拼听候耶稣来这群人。有三个人称，然后佫看到信爸、信囝、信神，三位一体。然后呢，咱遮的群体甲三位一体的群体要哪结连，就是通过信心。所以第一章短14节，咱看到，这是保罗千言万语但是用足短这篇幅来写出来。然后15到18节，只有4节，这4节呢讲到保罗家己。伊拄着两种的态度，这两种的态度呢天差地远哦。但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唔通掠保罗即马向掠去关做见笑，所以才讲到住伫亚细亚的人，拢去杀伊，可能是指保罗人伫亚细亚的时阵，叫政府掠的时阵，才信徒无爱插伊，就做伊去，然后眼睁睁看着保罗被带走被关哦。特别有这两个人的名，菲吉罗甲黑摩基尼这两个人，菲吉罗的名的意思就是一点点善变，小可会变来变去，
所以嘛有可能伊对保罗原来真好诶，保罗好当工，但是看到保罗去政府扣去掠去时阵呢，伊煞发挥他的名字的善变当作不认识，有点像这个耶稣去掠去时阵，彼得安怎3摆无要认伊黑摩基尼，这个名的意思是就好幸运来出生，也是一个生命的名所，一个摩丘女神所生的囝。就除了安尼，圣经无其他任何记载，讲但是只有俄尼西弗伊伫保罗挂铁链的时阵呢，无为见笑，颠倒呢帮助伊，互伊来得到鼓励咱即马现代台语翻做鼓励，和本方成就和本方翻成畅快。这个意思来讲，伊有代表更新，还是复苏，互我搁醒起来。检采保罗伫做工的时阵非常的亚善但是这个俄尼西弗因全家甲俄尼西弗的帮助，互保罗大概拢会当这个亚善就无去。遮嘛讲到这个俄尼西弗伊来到伫罗马找保罗，伊保罗向掠去，送到罗马来。拄则咱看到这个罗马城遮尔大，但是伊要来找保罗，原来是一个无简单的任务要安怎来找到保罗，然后伫这个大城市来找到伊，想这也是一个真无容易的。所以咱看这个俄尼西弗伊爱对这个安提阿毋是讲毋对，对这个以弗所这个所在以弗所，伊要去到伫罗马，伊若经过路的嘛爱安尼来才坐船去，但是迄当时因大概拢会坐船所以到哥林多这个所在坐船坐过遮来到伫意大利，所以这加这条路就非常的辛苦就是爱陆路过海路。然后呢，咱看到意大利这个罗马帝国中心罗马帝国是横跨欧亚非所以这整个欧洲北非甲遮个亚洲遮个所在拢是罗马帝国的范围但是意大利就是中心一个加靴子这个意大利呢伊的中心就是这个罗马咱佮放大来看这个罗马是一个古城，是一个圆箍这个圆箍虽然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就看到伊的路就是从这个圆心做放射状去到罗马帝国的所在伫这个圆的正中这一个星星就是我做记号这个所在是对的，就是这个圣马梅尔定监狱所以就是上闹热的这个所在，包括竞技场古罗马广场这是古罗马广场，咱看到在空照图是罗马竞技场嘛当看到，这拢是迄当时保持到即马待用类似的所在，因为这拢较早历史所以伫这个监狱内底，拄则咱介绍这个相片咱当看到这是伊的街道图这个感觉四周围这嘛是一个教堂，边仔就是拢是这个考遗迹但是这遗迹嘛无比使徒行嘛无比提摩太后书较早所以这是看到是顶悬的重点是伫下底，这是顶悬迄个教堂大教堂伊内部的样式看到是来金碧辉煌够管风琴这应该是天主教用的这个教堂这个是玛利亚甲耶稣的像下骹有这个神龛听亲像来着该到这个庙同款下底小教堂这嘛是这下去罗马监狱所以咱看到下骹迄个上层地牢下层地牢拄则讲的对一个坑挡落来就是这个坑下骹这就是这个监狱关犯人囚犯的地方这一个水井即马这个监狱咧拢有做楼梯落来这尾才甲挖出来让游客不用被丢下来，可以走楼梯下来就可以进来参观所以咱看到这个保罗的监狱在这个地方写提摩太后书其实关的地方非常的隐秘但是这个俄尼西弗
因一家呢紧的会当来找到伊，原来不加辛苦，嘛不加用心，因为这是超过伊，要互人找到所在。所以咱来认捌阿尼西弗这个人阿尼西弗这个人，伊的名意思就是带来利益，带来利益。伊甲保罗拢是伊是甲保罗伫以弗所教会时熟识，伊当讲有患难之交，是指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已经知伊家己要回去的时间要到所以伊伫加甲写配合提摩太两届讲到这个人，是今日看到第16节。搁伫上尾一章的最后一段4章19节，拢讲到伊，表示讲保罗人在这个时候，人生的落尾站，这个人既然形容伫遮来出现，进前面的12封书信，拢无去讲到这个人，为什么到尾后这最后一卷书信，才搁开始讲到这个人，然后搁伫书信的结束的时阵，搁讲到这个人，所以这个。阿尼瑟夫呢，阿尼西弗嘛是互咱会当去真侪看到讲，他在保罗人生的最后的关键，其实毋是最后才出现，古早就有，只是讲伊迄当时无像提摩太，无像这个提多啊是希拉，遮尔认真军队，但是却在保罗的最后时阵，伊无气杀伊，颠倒个认真带全家人来找伊啊。迄当时保罗在亚细亚传道的时阵，这是使徒行传的第18、19、20章，开始讲到，因嘛受到真侪人的诽谤甲攻击，咱有看到19章伫伊个以弗所的剧院内底的暴动，嘛非常的危险，所以保罗提起讲，伫迄当时阿尼西弗就有伫遐来做来帮衬伊啊。虽讲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在迫害困着基督徒，但是阿尼西弗因到罗马就要找伊，然后就来冒着危险来寻找保罗。真无简单，伫迄个大都市、大城市找伊，找着了后，佫几摆来加伊看，甲伊送物件，甚至可能保罗要伫即个所在要写批嘛是爱有人来到处理安怎写咱毋知影，因为迄个监狱内底安尼黑黑暗暗，伊敢有可能伫迄个所在，会当好好写批，还是讲伊是安尼一句话一句话安尼带出来，传口信，安尼才会当来写即个批嘛，毋知影。总是阿尼西弗伊的所做，互保罗得到真大的安慰，要鼓励甲即个更新复苏然后呢？这两届呢，讲到阿尼西弗，一家的人一家的人，阿尼瑟佛一家的人，所以无讲到这个人，讲到因兜的人，而且后壁讲完全的灵敏因兜的人，嘛表示讲，当保罗在写这封批示的中间，也是写了以后，这个阿尼西弗已经殉道，已经。也是过身但是真有可能是殉道啦，真有可能是殉道，所以尾伫第3世纪有真侪遮的教父伊嘛用这个名阿尼瑟夫来表示因对上帝这个忠心听这4节讲保罗讲，你知伫亚细亚的人拢离开我，这是一种的，但是第二种是一家的人，阿尼西弗一家人。几摆来甲我鼓励，常常甲我鼓励而且这个鼓励现在中的一本还罪使我精神愉快就是伫这个死牢当中伊犹原会当轻松，嘛无因为我挂铁链做囚犯来感觉见笑。其他的人这两个腓吉路、黑摩奇尼，莫讲保罗挂铁链。就是去政府来扣去压去以后，大家就拢紧闪的闪，倒的倒但是这个阿尼西弗全家呢，煞我远远的听到这个风声，远远对以弗所来到伫罗马，而且呢17节，因颠倒到罗马的时，拍拼找我，找到着就是一直找，爱食爱富，其实应该。若讲辛苦是辛苦，但是你也知影讲，倒位是关犯人的去探听，
亲们凡是要有机会伊说伫罗马城来找遮个犯人向关的所在，嘛真惊保罗叫尼禄当做迄个火把，摕去烧，还是叫囥伫迄个尼禄除了火把，还有迄个丢在竞技场。尼禄都开始就是禁止人跟野兽来格斗，所以这是他的德政。但是尾仔呢，伊变罪暴君以后呢，伊拢甲基督徒带伫竞技场，去为甲野兽搏斗格斗啊，所以咱来看希伯来书，就当看到这段的记载哦。但是因无像这个感觉见效，颠倒拍拼找，所以保罗讲，愿上帝互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搁伊伫以弗所为我做代志，一个是将来。一个是过去，将来就是耶稣来的时阵，这个俄尼西弗全家得到做怜悯。过去安怎伫以弗所做这个事，包括因安怎当工，保罗讲提摩太，你是清楚知影，伊是上清楚。所以咱讲到俄尼西弗，伊有两个，互咱通学习的，就是伊像昨所讲的，伊无了基督的福音做见效，1章第8节。为着咱的主做见证，毋通感觉见笑，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患来感觉见笑。所以一个是见证耶稣安怎钉死伫十字架，这个见笑的记号，在耶稣的核心中出卖伊，还是讲毋认伊，拢放杀伊，因为耶稣去被政治迫害，用这个有莫须有的罪名钉死伫迄个所在。但是呢，大家拢看耶稣看轻伊、亚神伊但是也保罗讲这是上帝福音。第二个就是当保罗伫关键的时阵，俄尼西弗带全家人来看伊，这也是马太福音第25章，讲我腹肚枵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我吞腹体你，互我衫穿；我伫家里，你来看我。所以保罗的这个阿尼色佛的监狱事工就是来探访，这个伫住伫家的人这个监狱的人嘛是咱像咱教会更生团契即嘛咱廖分长老、顺进长老还有真侪同工拢伫参与伫这个中间就是来做这个监狱事工就是互咱会当将这个福音带互伫这个所连住地连的人的心上。在这段圣经讲到亚细亚的信徒，纷纷离弃保罗，当作无捌伊假装不熟，然后又怕惹祸上身，刚看到这个有这共款，也是瘟疫共款会影响，因为因拢足惊向掠到罗马来，变做是火把，变做是竞技场内底迄个野兽的食物所以因大家拢紧气杀。气杀保罗嘛，就是气杀耶稣基督大家都毋敢讲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只有俄尼西弗这个人千里寻找保罗，无掠主做见效，因伫地上在找保罗，虽望阿尼色佛可能来死去，但是将来伫天顶得到怜悯，得到上帝眷顾。今日经句。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为我所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这代志你是清楚知，愿主互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伊伫以弗所遐尼高互使我，你真清楚。May the Lord grant that he will find mercy from the Lord on that day, and you know very well how much service he rendered in Ephesus. 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今日看到俄尼西弗这家人，伊安那对保罗的忠心尽心，甚至伫这个加甲的时间，也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伫保罗人生的路尾站，互保罗笑脸2届以上也达至咱的学习。咱今日分享到这，咱三个来祈祷。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一天的开始，会当来听你的话语，也互阮看见伫圣经中间的记载，伫古早时罗马帝国遐尔大、遐尔旷阔的所在，
基督徒受到遮尔啊大的攻击真做人指责的对象的时阵，总是有真的信徒因的信心直接来显明出来就是无俩为耶稣做见证来见效，甚至也勇敢来去敲吹帮赞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工人，互伊无伫监狱来会当来得到激励，也会当直接来得到安慰。也愿上帝使用阮，通过阮的祈祷，通过阮的关心，通过阮的付出，会当互上帝你的囝儿、你的教会，也会当得到帮赞，互阮会当做上帝讲，也愿主祝福阮今日一切的道学出入拢有平安。安尼祈祷恳求也特别为着地牧师今日要搁去到伫病院，也要安排住院，甲要送货也愿上帝看顾帮赞，一切拢会当顺遂，也会当早一日的恢复，也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三甲支持。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多谢大家，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